繼續換轉來咱國內，今年7月份的氣溫是真懸，而且加上北塘海影響南投卡白筍的收成，唔但品質歹，損失嘛真正力。有立委甲農改場的專家去現場勘查，希望中央會當甲農民補助，減少損失。對，所以你這種啊切掉嘛，切掉你賣就損失賺命。今年7月溫度真懸，常常超過30度，嘛去影響到卡白筍的生長，品質變甲真歹。農民講卡白筍生長水下溫度18到25度是屬適當的，結果天氣傷熱，加上北塘海，影響到收成，損失真重。一般來講，一分地，那我啲收入攏差不多伫10萬嘛。我即擺真少，因為我即期的筍啊掛好摕去賣，我才領3萬幾塊萬。伊都過袂水啊，生袂出來啊。吧？安怎講？就北塘海真嚴重，有迄大大的葉啊，係啊，迄就是就病。為着替農民爭取補助，立委馬文君和農業部台中的農改場的專家拜三早起專工來勘查。茭白筍適合生長18到25度，所以它24、25還在合理範圍。過去茭白筍常年來其實沒有爭取過相關的補助，可是今年看到這麼多的那個損害，我們大概主要的目的是說，這一次可以怎麼樣協助農民。專家講，埔里雖然有30度的高溫，不過水下溫度是125度，會把相關的資料早登去研究。立委表示，望中央政府看中這屆卡白筍的農損，給農民一寡幫贊。看到規片的卡白筍田攏黃去，農民望會當趕緊摕到政府的善意的回應，摕到補助，減少損失。記者陳秀蘭報道。